瑞幸咖啡喺2月20號咧就發布咗佢哋最新嘅季度業績啦，第4季度盈利倍升，鞏固咗佢喺內地市場嘅領先地位，拋離咗富迪，亦都擊敗咗 Starbucks 啊！嗱，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啦，內地咖啡市場嘅競爭啊！中國人一向都係以飲茶為主，飲茶嘅歷史已經有5000年咁耐啦，所以相比歐美國家，中國人嘅咖啡文化相對較淺啦。不過近年啦，當大家返到內地嘅時候，都會發現咖啡店已經開到成行成市。有傳最早喺1800年代，咖啡係由一個法國傳教士引入雲南。不過要講到近年嘅咖啡熱潮啦，都不得不提到 Starbucks 啊。Starbucks 喺1999年啦，喺北京開第一間分店，截至2024年，即係開業25年啦，內地門店數量咧已經有7685間啦。Starbucks 成功啦，將佢哋嘅咖啡塑造出一個高級嘅都市形象，掀起內地千禧一代對於咖啡嘅熱潮啊。而喺過去一段比較長嘅時間，Starbucks 喺內地嘅咖啡市場一直都處於領導嘅地位，而主要嘅競爭對手都係一啲嚟自外地嘅品牌，例如好似 Costa、Pacific Coffee 或者 UCC 咁啊，一直咧都缺乏本土嘅競爭對手，直至到瑞幸咖啡嘅出現啦。瑞幸咖啡係一個相對新嘅品牌，喺2017年嘅時候成立，不過喺短短幾年嘅時間就已經超越咗 Starbucks 啦。截至2024年嘅年底，瑞幸咖啡門店數量已經達到22,340間，比起 Starbucks 嘅7000幾間多好多啊！喺去年第4季度啦，當 Starbucks 仍然喺呢一個競爭咁激烈嘅市場當中尋找緊新出路嘅同時啦，瑞幸咖啡已經鞏固咗佢哋作為內地領先咖啡連鎖店嘅地位啦。而呢個領先嘅地位絕對得來不易噶，背後係一場殘酷嘅市場份額爭奪戰啦。內地經濟放緩就改變咗一切啦，促使消費者放棄價格高昂嘅咖啡，轉向價位更低嘅選擇。瑞幸咖啡同埋富迪咖啡正係迎合咗呢類消費者嘅需求啊。瑞幸咖啡同埋佢主要嘅低成本競爭對手富迪咖啡喺呢2年裏面相繼大幅降價，兩間公司嘅優質咖啡咧都只係賣9.9一杯嘅咋。喺經歷咗持續嘅價格戰之後，瑞幸咖啡同埋同行啦都經歷咗一段艱難時期，但係第4季度瑞幸咖啡嘅業績可以話係十分理想噶。喺2024年嘅第4季度，瑞幸咖啡營業收入同比增長36%，去到96億元人民幣。至於營業利潤呢，就飆升咗368%，去到9.95億元啦。淨利潤增長呢，就係184%，去到8.4億元人民幣噶。呢個季度裏面，瑞幸咖啡自營店同店銷售額繼續下降，但係呢個下降明顯收窄啊，從上一季度嘅-1/3降到只係-3%。咁而呢個數字咧，亦都喺12月轉為正數，結束咗連續3個季度嘅下跌啦。盈利倍升，除咗係銷售額得到改善之外啦，提升營運效率亦都係主因啦，就係包括投資供應鏈同埋生產設施嚟到擴大業務，同埋減低咖啡豆嘅成本啦。對於咖啡行業嚟講啦，咖啡豆價格上漲必然就會影響毛利率啦。但係對於連鎖咖啡品牌嚟講，佢哋嘅優勢就係在於佢哋嘅規模啊嘛。佢哋可以透過優化供應鏈嚟到抵消咖啡豆價格上漲嘅問題啊。瑞幸喺舊年嘅4月喺蘇州就啟動咗一個佔地5萬幾平方米嘅烘焙基地。喺9月啦，亦都喺青島開建一個投資30億元嘅烘焙同埋供應鏈中心。而去年11月啦，瑞幸同埋巴西貿易投資促進局就簽署咗一項啦，價值13.8億美元嘅協議啊，就係協議啦，巴西將會喺5年裏面啊供應24萬噸嘅咖啡豆啊，呢個對於對沖咖啡價格上漲一個重要嘅舉動嚟噶。瑞幸咖啡咧喺去年年底啦就下調咗原料供應價啦，其中咖啡豆嘅價格咧就降低咗16.8%噶。瑞幸下調咗原物料價格呢個舉動啦，可以振奮到加盟商嘅信心啊。目前呢2/3咧係自營店，1/3咧係加盟店嚟噶。只要每間店嘅營運效率咧係提升，整體規模效應咧就可以持續啦。除咗1、2線城市之外啦，其實自從2021年開始啦，瑞幸已經開始逐漸滲透3、4、5線嘅城市啊。目前呢旗下有超過8000間嘅加盟門店啦，咁係主攻3、4線呢啲嘅下沉市場噶。
嗱，不過咧喺呢啲下沉市場當中啦，瑞幸咧就冇辦法複製咧喺1、2線城市嘅策略啦。現時嘅營收佔比咧只有大約2成嘅咋。嗱，所以咧較為聚焦喺1、2線城市嘅直營店嚟講啦，加盟店嘅獲利能力咧依然係比較遜色一啲噶。嗱，首先就係因為咧低線嘅城市佢哋嘅消費者對於咖啡價格咧就更加敏感噶。嗱，喺呢個9.9以下嘅價格圈裏面啦，嗱，瑞幸咧有更加多嘅競爭對手，例如咧可以嗌出咧就係6.9嘅幸運價，仲有咧就係低線城市消費者佢哋飲咖啡嘅習慣啦，仲需要更加長嘅時間啦去到培養啦。嗱，數據顯示啦，低線城市嘅咖啡消費頻率咧只係1線城市嘅1/3嘅啫，咁所以咧都會拖累到啦單一店鋪嘅回報率㗎。嗱，既然咧向下線城市發展咁難啦，加價咧都係必然嘅選擇啦。嗱，加上啦價格戰啦都唔係一個長久嘅策略啦，與其繼續咧以本傷人啦，瑞幸如今咧就係更加在乎咧健康嘅增長啦，鞏固自己嘅品牌地位，呢個咧亦都係品牌趨向成熟嘅表現啦。即使咧瑞幸執行長郭緊一啦喺財報會議上面講到啦，9.9嘅咖啡促銷活動啦將會持續啦，但係從消費者嘅實際體驗嚟講啦，9.9能夠買到嘅咖啡咧就越嚟越少啦。嗱，喺今年年初啦，其實瑞幸咖啡咧已經開始慢慢咁樣加價，嗱，好多款咧咖啡咧普遍咧都加咗3蚊㗎。咁而9.9專區嘅款式數量咧亦都越嚟越少啊。嗱，目前咧9.9嘅飲品區域啦，只係剩翻咧3款咖啡可以揀啦，大部分嘅經典產品嘅實際價格咧都係12.9左右㗎。嗱，除咗咧個別9.9嘅價格之外啦，瑞幸咧仲宣布咗國際嘅擴充計劃添。首先咧就係由新加坡開始啊，目前喺嗰度咧總共有51間嘅門店啦，截至2024年嘅年底啦，瑞幸咖啡咧仲喺馬來西亞咧有2間門店，而且咧據報咧佢哋亦都咧正喺度瞄準緊美國市場，呢個咧就係進軍 Starbucks 主場嘅一個大膽舉動嚟㗎。嗱，雖然瑞幸咖啡嘅增長速度非常之快，但係佢嘅競爭對手富迪咖啡亦都係曾經捲入財務醜聞嘅瑞幸咖啡聯合始創人創辦嘅咖啡品牌啊。嗱，佢嘅發展速度咧就更加快啦。富迪咖啡表示啦，佢哋嘅目標咧就喺2025年嘅年底，門店數量係達到5萬間㗎。呢個目標咧部分咧就係希望透過喺便利店啦，或者係咧餐飲場所裏面咧加入呢個咖啡亭嚟到實現㗎。嗱，富迪咖啡咧已經為呢個計劃啦招募50間嘅零售合作夥伴啦，就包括一啲連鎖嘅便利店、快餐營運商同埋經濟型嘅酒店營運商咁樣啊。總共咧有可能會增加10萬間門店㗎。嗱，雖然啦距離啦佢哋咧實現5萬間門店嘅目標啦，仲有好長嘅路要行啦。但係睇翻過往啦，佢哋喺福州開第1間店嘅時候咧，都只係僅2年前嘅啫。咁而喺去年嘅10月啦，咁富迪咖啡咧喺全球嘅門店數量咧已經有1萬間，咁而當中咧有90%啦都係位於內地㗎。嗱，至於講到咧9.9嘅咖啡大戰啦，瑞幸同埋富迪咖啡咧最近都表示啦唔打算停止㗎。咁而呢啲價格戰最大嘅受害者當然咧就係 Starbucks 啦，因為 Starbucks 基本上啦仲係堅持緊自己高好多嘅一個價格㗎。嗱，呢個咧都喺業績上面啦可以反映到啊。嗱，Starbucks 嘅報告咧就睇到啦，去年最後一季作為咧僅次於美國第2大嘅市場，亦即係喺內地嘅收入啦，同比增長只係有1% 嘅啫，咁就係去到7.44億美元啦。喺內地嘅同店銷售額咧就下降咗6% 啦，就扭轉咗上年同期增長10% 嘅局面啦。咁而且平均單價咧亦都下降咗4%，呢個咧就較上年同期下降9% 有改善嘅。咁而 Starbucks 就提到啦，由於內地消費者越嚟越謹慎啦，咁就揀咗好似瑞幸啦同埋富迪呢啲咧價格較低嘅咖啡品牌。公司季度內交易咧就下降咗2%啦，同上年同期上升21%啦，有個好大嘅對比啦。嗱，即使咧困難重重啦，競爭激烈都好啦，但係大家咧依然對內地咧視為一個有巨大增長潛力嘅市場啦。根據 Statista 嘅數據啦，即使啦中國嘅人口啦係美國嘅3倍幾啦，咁但係喺2025年啦，中國咖啡市場嘅估值啦只係160億美元嘅啫，只係美國900億美元市場規模嘅1/5啦。咁所以可見啦，內
地嘅咖啡市場咧依然有好龐大嘅發展空間㗎。嗱，可能因為咁啦，Starbucks 係並冇完全放棄內地市場，而係揀繼續開鋪啊。嗱，截至去年年底，內地門店數量咧就係7685間啦，同比增長10%。不過似乎咧就落後於啦2025年門店數量咧要達到9000間嘅目標啊。咁而 Starbucks 喺內地嘅門店數量啦，已經佔咗全球門店總數近1/5咁多㗎啦。嗱，相比之下啦，截至去年年底啦，瑞幸咖啡嘅門店數量咧就係22,340間啦，同比增長咧係37.5% 咁多㗎噃。當 Starbucks 喺內地嘅業務面對住唔同挑戰嘅時候啦，佢哋亦都積極尋找新嘅方向，佢都尋找緊啦戰略合作夥伴嚟到幫助扭轉業務嘅局面㗎。嗱，即使咧瑞幸咖啡喺中國咖啡市場嘅領先地位得到鞏固啦，但係對於咧 Starbucks 整個集團嚟講啦，相比之下啦，估值依然有好大嘅差距啊！嗱，目前咧瑞幸咖啡嘅市盈率啦係24倍，估值咧就係84億美元。嗱，而 Starbucks 咧就係有1300億美元嘅市值同埋37倍嘅市盈率啦。嗱，至於富迪咖啡咧，仍然係一間私營公司，咁而且策略激進咧，亦都係處於咧早期發展階段啦，所以好有可能咧仍然喺度虧損當中㗎。至於往後內地嘅咖啡市場將會如何發展，以至瑞幸咖啡呢個品牌能否喺國際市場佔一席位，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㗎啦。我哋下條片見咯噃，拜拜。